这是一条普通的溪水，它从大山深处款款流来。这是一条奇特的溪水，充满着大山的灵性。它流出过王羲之，流出过谢灵运，它把千年风流镶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浙江东部的这条清澈的善溪，日复一日，默默地流淌着，流淌着。月山青月山青月水长流月山青，相映一曲梦魂萦。人生百年惜百年，重回首，本惜花春秋。月水长流月山青，几代红菱几代情。人生有涯亦无涯，为花发桃李满天下。人生有涯亦无涯，人生有涯亦无涯，桃李满天下，满天下。爹，我要去学唱戏。唱戏，那是戏子，是堕落。一个人可要自立啊。我送你到上海进沙场吧。到沙场是为了自立，学戏也是为了自立。娘一直说女孩子没用，我要争气，我一定要学戏去。1933年炎热的6月里，执拗的小雪芬竟带着一把扇子独自离家，到柳岸村幸福庵找四季春班学戏去了。从此开始了她艰苦而又壮丽的从艺生涯。春来秋去，聪明伶俐的小雪芬苦练了3个寒暑后，14岁那年就在四季春戏班挂了头牌。由于她的台风和戏路极像女子越剧第1代著名演员王杏花，观众们称她为小王杏花。很快她就红了起来。雪芬，吃这碗饭是迫不得已，你可得自重自重。记住爹的话，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
我记住了，您放心吧。父亲的教诲深深刻在袁雪芬幼小的心里。他为自己定了几条规矩：过房娘、过房爷不拜，礼物不收，堂会不唱，请客吃饭不去。为了表明心迹，也是为了挡住一切不必要的纠缠，他长期吃素，一直到上海解放。人们用3句话来形容他的与众不同：人家吃荤，他吃素；人家穿绸，他着布；人家坐车，他走路。能说他不近人情吗？袁雪芬有她自己的人情，自己的爱。他敬重父亲，正是父亲给了他一个高洁的精神世界。19岁那年，父亲得了重病，而他又脱不开身。听人说，儿女身上的肉可以为父母去病，他就真的在自己手臂上剪下一块肉，放入一条小纸船。小纸船点燃了，他暗暗祈祷，愿父亲去病消灾。生活上朴素，人格上清高的袁雪芬，对艺术的追求却是如醉如痴、至诚至笃的。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他对粤剧的改革。粤剧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从田头山歌发展到全国一大剧种，这同袁雪芬和众姐妹在关键时刻进行的一场全面改革是有直接关联的。1942年10月，她在上海大来剧场竖起新粤剧的旗帜，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袁雪芬知道独木难成林，她先后请了余银、韩毅、吕仲、南威等人，形成一个有编剧、导演、作曲、技术指导和舞美设计等各种人才的艺术创作核心。岁月悠悠，半个世纪过去，一些人已不在人世，剩下的也已鬓发斑白。如今欢聚一堂，话说当年，老艺术家们该有几多感慨呀！当年大来剧场招聘编剧时，徐进以优异的成绩摘取了头名状元的桂冠。他与袁雪芬的合作长达40多年。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他执笔整理的。他改编的《红楼梦》也蜚声海内外。陈鹏是1946年进入雪声剧团的，他致力于大量新戏的编导，先后有《凤箫相思》《婚变》等新戏震撼观众。解放后，他又执导了《情探》等剧目，在粤剧编导界中享有声誉。这个昆曲传字辈中的名演员郑传谦，1945年时就被袁雪芬聘为技术指导，参加了数以百计的剧目排练。昆曲艺术的表演之花，经过他的移植，终于在粤剧艺院的沃土中开放出瑰丽的奇葩。受过高等音乐教育的刘如增，1944年从国立音专毕业，就钟情于粤剧的音乐改革。《祥林嫂》《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娟丽深沉的唱腔音乐，
就出自这位名家之手，或由他参与编曲。早年的京剧琴师周宝才与袁雪芬、范瑞娟长期合作，并与他们一起创造了彩调腔和弦下腔。老一辈越剧同仁都忘不了这位长期甘居幕后的戏曲艺术家。苏时丰致力于将舞美气氛与国画特点结合起来，他以优美抒情的美术品格，先后完成了《梁祝》《西厢记》《祥林嫂》和《红楼梦》等剧目的舞台设计。有了这样一个艺术中坚和一大批拥护改革的姐妹们，袁雪芬的胆更壮了。她一改过去的鹿头戏表演法，首先建立了正规的编导制，越剧的艺术体制发生了质的飞跃，以袁雪芬为首的雪声剧团成为越剧改革的一支生力军。他们编演了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新戏。从1942年到1949年，袁雪芬共演出80个剧目，其中90%是新编的。此外，在化妆上，改铅粉为油彩，改大包头为古装头；在舞美上，采用立体布景；在灯光上，采用聚光照明；在表演上，吸收了昆剧许多优美的舞蹈身段，还借鉴了话剧和电影的表演技巧。可以这么说，越剧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然而袁雪芬还是不满意，她总觉得应该有更灿烂的火花。她期待着。终于，一个为越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艺术灵感，于偶然的机缘中，带着必然的趋势出现了。1943年11月1日，袁雪芬主演《香妃》，这是一个描写被清朝乾隆皇帝掳掠的维吾尔族女子香妃宁死不屈的故事。当袁雪芬演到香妃的丈夫被乾隆皇帝所杀，小兵用盘子将裹着红布的人头拖到香妃面前时，按以往的演法，只要来个3哭头就行了。可当时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袭上了袁雪芬的心头，她突然惊呼了一声：“救！”感情的波涛在强烈的外部动作烘托下，一下子揪住了观众的心。随后一个长长的停顿，场内鸦雀无声，带着观众的悲切与绝望，袁雪芬这才缓缓地哭出了。我那苦命的父歌当哭的声腔，带着袁雪芬全部的艺术感受和积淀，把越剧带进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琴师周宝才注视着台上的表演，起初有些不适应，但他受人物情绪感染，马上即兴似的换成类似京剧二黄的间奏，用碎弓拉出如泣如诉的意境。袁雪芬大胆发挥，随着琴弦唱下去，酣畅淋漓地抒发了香妃的悲愤，听得许多人泣不成声。
可回过味来又觉得奇怪，这是种什么曲调？怎么从没听到？这就是为粤剧改革真正奠定基础的，并在以后成为粤剧主调之一的彩调腔。这是一个辉煌的贡献。我所以经常讲啊，如果没宝山师傅拉进屋拉二王出身啊，侬不可能把二王哥们引到粵剧当中的。因为侬拉二王出身的，我呢正是当时的社会那种辈分的司空腔不能表达那种辈分的抒发的，所以这个情况就社会的这个气氛，特别在抗日战争当中。所以已经酝酿了很久，这个辰光侬讲是完成吧，我觉得也是必然的。正因为有你的舞劲，有我的唱腔，才有可能产生彩调。叫好，跟我改名归了，阿拉今个叫两个叫好，大地灯。彩调的出现是粤剧声腔上第一次重大的突破，为粤剧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广阔的新天地，也为以后不同流派的延伸提供了条件。而袁雪芬则在彩调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最后形成被粤剧界所公认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的流派袁派。公啊，分记得当年京剧出家门，但见你不把配为单呀用，相公为不去同居，却在分归到自楼，这何在海马奔波，相公你说不等梦，念起我他风的起不用，在当时为高全中，上事情远在山冲，分呀算指挥的大将为公，不须是夸将公，为此太太的两公，有你相公妙的情缘说，对儿女儿子母是分为英雄。袁派的特征是质朴深沉、真实细腻，重视人物性格刻画。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感情真挚。他不追求曲调的花哨，而像溪边带露的野花，以清香袭人。他在《梁祝》中的唱腔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演唱特色。
我一片真心吐出来，我叫你心中双双来照应，我叫你观音堂上把堂拜，临别亲口许句美，念着你花轿早来抬，谁知道我与两兄难成对，我弟弟晕了马家妹，我与两兄难成婚，我弟弟受了马家皮，我与两兄难成缘，我弟弟因过马家里，谁知道天长地久夫妻才想不到报答鸳鸯两分开。小弟你看，树上的乌鸦都快哭了，池塘里的鸭。《西厢记》是袁雪芬在音乐语言和表演上进行的又一次成功探索。为了较好地体现相国小姐崔莺莺的诗人气质和矛盾性格，袁雪芬在唱词上采用长短句的吟诵体，在音乐上则吸收昆曲和少剧中的某些因素，使之具有含蓄端庄的风韵。在唱法和表演上，则收而不放，含而不露，使整出戏形成一种清丽典雅的诗曲风格。这正是烧香的时呢，故而烧把香盆打好了。小弟，1946年5月6日，明星大戏院发生一件越剧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鲁迅的作品《祝福》被袁雪芬和南威等人改编成《祥林嫂》，搬上了越剧舞台。在袁雪芬的艺术生涯中，演得最多的是祥林嫂，爱得最深的也是祥林嫂。从1946年到1977年的21年时间里，她曾先后4次饰演这个角色。每次重演，他都和编剧、导演一起对剧本进行反复推敲修改。如在1948年拍摄电影《祥林嫂》时，为了加强人物反抗性，曾设计了祥林嫂砍门槛的情节。到1956年第2次排演时，袁雪芬就舍弃了这段戏。她认为门槛应该让观众去看。鲁迅写到祥林嫂对命运、对灵魂发生怀疑，正是恰到好处。从今后侬个才艺就有门槛代替的。苗子爸爸，真多谢你呀！西门的
在长长的日子，我真莫过。是梦啊，是真，记得婆婆领我11岁，那家里她碗菜舀碗面，我是时间为她三餐啊食，还见长把四不见，我是又做媳妇又做姐，心是苦十几年，有谁知啊病情百年，降临时候，婆婆她卖我到山间，谁知道上台去劳碌的命啊么，遇着无郎爷，哎呀命呀命啊，命好命苦有谁的，在梦里摸不着又看不见，为什么该抱团中牵连啊？为什么你紧跟随总难改变？深受到天大的财你不苦说啦，恰为我的财你成就没有轻薄的，哎呀轻薄的啊！我要告诉去，我一定要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呀？我到哪里告诉去呀？我到哪里告诉去呀？我只有抬头问苍天，文林究竟有没有？文林究竟有没有啊？苍天啊，我就低头问神间。你说，
地牛到底有没有？地牛到底有没有呀？死掉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啊！一个苦难的灵魂被封建礼教吞噬了。然而，祥林嫂作为一个高度典型化的艺术形象，却在越剧舞台上，在观众的心里得到了永生。祥林嫂的演出，无论是对袁雪芬还是对越剧这一剧种，都是至关重要的艺术转折点，它是越剧改革的一个里程碑。越剧这个昔日被称为讨饭戏的地方小剧种，经过改革，终于展现在天际的霞光里。世界上本来没有路，是那些勇敢的先驱者以他们的追求、他们的苦斗乃至他们的牺牲，为后人铺平了前进的路。袁雪芬就是这么一位先驱者。由于她的艺术成就和声望，1949年他与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一起，被邀为第1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1954年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如今年将70的他，已离开了表现人生的戏剧舞台，却又投身于包含人生的社会舞台。他关心着青年，关心着社会，关心着一切他认为该关心的问题。当然，他最关心的还是越剧的未来。他明白，任何事物的现状无论怎样辉煌，如果停滞在一个点上，那么这个点便将是它的终点。越剧也同样，只有不断的发展创新，才能永远生机勃勃。他希望后人超越前人，他希望越剧永葆青春。我相信他们今天得的奖，对他们是鼓励，他们会更加的努力，更好的创造，来向观众报答。袁雪芬属于越剧，而越剧艺术则属于人民。这是历史，历史在舞台上；这是人生，人生在戏剧中。戏剧用人生历史，历史写人生戏剧。这是历史，这是人生，人生在戏剧中，戏剧中，人
生在心，一句